筲箕灣興東商場君悅海鮮酒家飲早茶。港鐵西灣河站 B 出口出站後向前過馬路，過馬路後轉右向前行。去到街口轉左已經見到興東商場，向商場方向前行。去到交通燈位，過馬路，入升降機大堂，搭 lift 上支樓。呢架 lift 比較特別，最底下嗰層喺有至4，去到至樓，再搭電梯上2層就見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6點半至11點59分，早茶點心小點15個8，中點21個8，大點23個8，特點26個8，頂點29個8。茶錢9蚊，早茶點心14個8起，晨光4重奏，指定點心任選2款32蚊，3款46蚊，4款60蚊，5款70蚊。早茶點心任選3款46蚊，白灼菜心苗都幾大碟，菜心苗淋甜，好食。蟹子燒賣王，燒賣正常，味道 OK。雞絲滑粉卷，上台時有一條粉皮已經散開咗，味道同平時食開嘅差唔多，冇乜特別。今餐埋單70蚊。